2026年屬兔嘅朋友呢，有破太歲嘅情況喎，係犯太歲嘅一種啦。預示你今年呢，喺事業同埋人際關係方面呢，容易呢有小人作緊㗎。幸好你有4粒大吉星嘅支持，呢啲小人嚟講呢，影響唔算係太大㗎。4粒吉星包括呢，天德、天喜、福星同埋白座㗎。凶星方面有3粒，卷舌、絞煞同埋咸池桃花。嗱，你可以睇得到啦，有天喜桃花，又有咸池桃花，正桃花、偏桃花都有。今年係一個好大嘅桃花年。事業同埋財運方面啦，因為有4大吉星嘅支持啊，你嘅地位同埋人際關係、人緣方面係非常之好嘅，可以多啲應酬交際咧，揾到新嘅機遇啦。雖然咧有破太歲嘅情況，同埋咧有個凶星叫做卷舌，即是小人是非。有時咧講嘢咧要注意啲。感情方面啦，嗱，喺12生肖嚟講咧，桃花係最好嘅一個魅力，簡直係冇法擋啦。健康運方面啦，因為凶星咧唔係太強，只有呢個絞煞，咁啊小病小痛梗有嘅，自己咧最好咧就係多注意一下。總結，屬兔嘅朋友嚟到馬年，好好把握今年嘅運勢下，你嘅事業、人緣、感情咧更上一層樓啦。最後祝願屬兔嘅朋友貴人扶持，姻緣好合，萬事如意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